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8篇着三帮站。一个人牵伊的骡仔甲马，载货要去别位。骡仔伫平路的时，载着好势好势，总是到山路爬行的时，就感觉重载袂赢。伊就拜托马，甲伊斗载一部分，总是马毋肯。无久，骡仔挡袂牢，摔倒伫路边。主人将骡仔所载的货搬过来，互马载。马载甲片片喘，讲要载较早甲伊斗载，嘛毋免即阵遮艰苦。赚人就是赚家己，害人会家己死。